美國一名15歲的高中生，沒學過編程，沒有團隊，只靠3款 AI 做出了一個月獲5萬的產品。他做的不是玩具，而是用 AI 自動生成中小型上市公司的分析報告。他的報告被一家上市公司直接引用，發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作者是誰，直到後來才發現作者只是一個戴住牙套的高中生。這不僅是勵志故事，這還是一個信號。AI 時代，分水嶺已經出現了。這個15歲的孩子能做到這件事，不是因為他更聰明，也不是因為他成績更好，而是他具備3種關鍵能力。這3種能力把孩子從執行者走向指揮官的核心。第一，問題定義力；第二，系統調度力；第三，價值判斷力。先看第一件事，問題定義力。這個孩子一開始並沒有問我能做什麼產品，他問的是那些過去必須靠專業團隊完成的事情，現在能不能一個人完成？這就是指揮官的起點。指揮官不是找答案的人，是先定義問題的人。第二件事，系統調度力。那個15歲的孩子並不是一個人完成所有事情，他做的是把不同 AI 當成不同崗位來用，有的負責分析，有的負責內容，有的負責增長。他不是執行者，他是項目經理。在 AI 時代，重要的不是你會做多少，而是你能指揮多少。第三件事，價值判斷力。第3種能力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事，價值判斷力。AI 給你的往往是平均數，他沒有立場，也沒有價值觀。那個15歲的孩子並沒有選擇簡單、好玩、容易爆的方向，他選的是上市公司分析。這是一個高門檻、高信任、非常硬核的選擇。這是人的判斷，不是 AI 的能力。那家長現在可能如何培養孩子的這3種能力？第一，問題定義能力。在家裏，不要再只問孩子一句話：功課做完沒有？那是在強化執行力。語氣稍微上揚，你可以這樣做，讓孩子對 AI 這樣閱。你現在是專業整理師，我客廳目前有雜物多、動線擠的問題，請你先問我3個關於生活習慣的問題，幫我定義最適合我的收納邏輯，再給我建議。記住，不是馬上要答案，而是先學會把問題說清楚。第2種，系統調度力。你可以讓孩子這樣練習，對 AI 這樣閱。你現在是我的行政助手，請你檢索某個地點的景點評分，根據預算對比2間酒店性價比，用表格呈現。等我做完最終決策，你再幫我寫詳細行程。這不是玩 AI，這是在練拆任務、俾方案、做決策。第3種能力，價值判斷力。你可以這樣教孩子質疑 AI，請你扮演批評者，告訴我這個方案可能有什麼偏見。如果從環保、長期風險來看，這個方案有什麼問題？哪些信息需要我再去查證？當 AI 給出答案，才是訓練真正開始的時候。AI 已經把試錯成本壓得非常低，但真正拉開差距的，從來不是誰更早成功，而是誰先學會用 AI 把想法落地。你不需要孩子現在贏，但你需要確認一件事，他是不是站在分水嶺的這一邊。這裏是 Future Learning Lab，我們不製造焦慮，我們只負責把已經發生的世界翻譯給你聽。如果你也在思考孩子該如何從執行者走向指揮官，歡迎留言，下集見。